專業護理之胃管位置配套及護理認識。管治即係用胃喉餵食，就係透過胃喉將流質嘅食物或者配方奶送到胃裏。當院友因為某一啲嘅原因，例如認知能力減退、神志昏睡，或者因為病引致到吞嚥困難，唔能夠用口餵食，就需要胃喉餵食。以下介紹鼻胃管餵食。管治餵食一般用嘅喉管有兩種，一種係鼻胃管，喉管從鼻孔插入胃內。一般乳膠嘅鼻胃管呢係每個星期更換一次，而矽膠內用鼻胃管呢就每個月更換一次。另一種係胃造喉管，喉管係通過小手術喺腹部放入一條管，直達胃部。胃喉係由護士插入或者更換，執行時需要用潤滑啫喱，使到胃管容易進入鼻咽道。固定胃喉可以用防敏感嘅 3M 膠紙或者水凝膠敷料。裁剪嘅方法有介紹呢兩種。薄身嘅豬油膏嘅固定能力係更加強，去減少因為鬆脱再貼引致到皮膚破損嘅風險。插鼻胃管之前，或者發現膠貼鬆脱需要更換呢，就需要用清潔泡沫噴在紗布或者紙巾上，清潔鼻頭同埋周圍嘅皮膚，然後用膠紙或者豬油膏固定胃喉。餵食之前要確定胃喉在胃，就需要用針筒抽取胃嘅內容物，用斜嘴針筒抽取胃容物，然後用胃液試紙測試。如果顯示酸鹼度喺5.5或以下，就可以肯定胃喉在胃啦。營養奶必須依照醫生或者營養師指定嘅配方、濃度、份量同埋要餵嘅次數進行餵飼。將喉管連接胃喉，調節奶嘅流量，一般喺30分鐘內完成餵食。奶同埋指定份量嘅水餵完之後鎖實個調節器，分開喉管同埋胃喉，套返個套。早晚或者餵食之前，用洗口棒清潔口腔，更加舒服，同埋保持口腔嘅衛生。鼻胃管嘅尺碼有12、14、16號，一般都係用14號嘅。更換耐用嘅鼻胃管可以參考生產商嘅指示，而家一般都係每個月更換一次。針筒有兩種，一種係螺絲頭嘅，而家好少用啦，普遍都係用呢一種斜嘴嘅針筒。30毫升係用嚟抽取胃內容物，60毫升係用嚟餵少量嘅流質。呢啲針筒都可以直接接駁胃管，佢嘅直徑比一般注射針筒大，流質物較容易通過。餵食奶袋每24小時更換，餵飼瓶、喉管每24小時用洗潔精同埋清水沖洗乾淨，然後用消毒劑 Precept 消毒一次。餵食嘅針筒每24小時更換，或者使用之後用洗潔精或者清水沖洗乾淨，再用消毒劑消毒一次。餵食前同埋餵食進行中，維持床頭抬高至少30至45度。餵食前必須確定胃管在胃。餵食嗰陣時發生咳嗽、嘔吐、呼吸急促、發金等症狀，應該停止餵食。出現嘔吐時，
要將個頭側向一邊，令到啲嘔吐物順利咁流出。餵食完咗1小時之內，唔好立即平躺、翻身或者拍痰啊！餵後餵食有關嘅問題，請聽從你嘅醫生、營養師或者醫護人員嘅意見。至於有關產品查詢同埋訂購，歡迎致電我哋嘅諮詢熱線2277